務員事務局提出部門首長責任制具體細節，設2級調查機制。當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，指根據公務員罪用委員會條例制定調查規例，如果問題性質較為唔嚴重，屬單一事件，以及牽涉負責具體操作嘅執行人員，將由部門首長負責進行第1級調查。如果部門出現嚴重問題，涉及廣泛或者重複性嘅系統問題，或者有跡象顯示問題可能涉及部門首長嘅角色嘅時候，將由公務員罪用委員會領導嘅調查小組調查事件，由行政長官、司長或者局長啟動。調查小組由罪用委員會主席同至少1名委員組成，亦都可以授權其他政府僱員提供支援，同埋按需要委任獨立專家為個案提供意見。受查人士需要提供有關資料，調查小組亦都可以進入並視察任何部門處所。完成調查之後，小組必須提交報告。如果發現員工有涉及行為不當，政府會按紀律機制處理，最嚴重會被革職或者勒令退休。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話：新安排將取代目前由較高級嘅公務員調查嘅機制，而第2級調查涉及部門首長約有60個人，唔包括常任秘書長。身兼房屋處處長嘅房屋局常秘同教育局常秘就除外。至於何謂嚴重需要啟動第2級調查呢？就早前政府採購樽裝水事件，發言人話根據準則屬於可以啟動第2級調查嘅事件。而日後有關個案會唔會向公眾交代？發言人話相信涉及嚴重事件嘅時候，當局會有適當嘅公佈。當局期望下個月以附屬法例提交行政會議審議，目標6月以先訂立後審議嘅方式提交立法會，預計最遲今年10月中生效。鳳凰衛視記者林嘉敏報道。